金融市場又搞出大動靜啦。就係今日，貨幣界有啲得意洋洋，有啲就慘到俾人打咗個耳光。日元對美元一路狂飆，直接升咗1%，飆到145.41。瑞士法郎都唔肯落後，升咗0.7%。瑞郎對美元仲強勢衝破咗0.85呢個重要關口。不過市場呢樣嘢，邊個都唔能夠掌控。澳元就冇咁好彩啦，跌咗0.7%，喺主要發達市場貨幣裏面變成咗最慘嗰個。就連大家印象中穩如泰山嘅現貨黃金，今次都頂唔住，跟住市場下跌，一度跌破3000美元關口，最低去到2971美元盎司。咁市場點解突然之間發神經呢？原因就係美國官員對關稅問題嘅強硬態度。呢個表態直接令到市場嘅避險情緒好似火箭咁飆升，日元同瑞士法郎作為傳統嘅避險貨幣，自然就水漲船高，明顯走強。上末，美國官員幾乎冇有任何跡象表明特朗普總統願意喺所謂嘅對等關稅問題上讓步。財政部長貝森特仲直話，貿易問題唔係話幾日或者幾週就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嘅。呢種強硬態度令到市場毫無防備。標普500指數期貨喺亞洲早盤交易嘅時候大幅跳水，而美國國債期貨就逆勢上漲。呢一跌一漲充分說明咗投資者對全球經濟前景嘅擔憂越來越嚴重。澳大利亞嘅資產成為咗受衝擊最嚴重嘅其中之一。畢竟澳大利亞經濟對美國貿易嘅依賴程度好高，澳元創下自2008年10月以來嘅最大跌幅，澳大利亞股票都跟住大幅下跌。At Global Markets 嘅首席分析師 Nick Drysdale 就分析話，如果特朗普繼續咁強硬，我哋就會面臨更多風險啦。達成協議估計要花好幾個月時間，呢對全球貿易嚟講唔係好事，亦都唔符合投資者對特朗普政府之前改善貿易環境、減少關稅嘅期望。Pepperstone Group 嘅研究主管 Chris Weston 亦都話，特朗普總統同財政部長貝森特似乎對市場反應冇乜感覺。呢個星期市場仲要繼續試探佢哋嘅決心，市場之後到底會點發展，我哋就繼續留意啦。